续来看台南市新开发的地区，这个道路安怎来号名呢？讲甲甲台南市结为友谊城市的市名，摕来号。 台南甲日本水户因为安南区所服侍飞虎将军结缘，两个都市伫去年签交流协定，结为友谊都市了后，市政府伫安南区新设一条路名，号名叫做水户街，成为台南城市外交的头一日。而且同款伫宜安国菜市场附近的宜中市地中华区，阁有友好的都市。美国托伦斯市嘛做伙协定，会增加托伦斯街新的路名，和乡亲感觉真有创意。跟日本的外交啦，这样子或许会是比较友善。那关于那个新的路名啊，我觉得对我们一些地级的一些姐妹是可以比较长久，然后也比较友善。台南伫新的一年，甲日本基局关本庄市结为姐妹市，所以讲未来嘛有一条本庄街。 台南市政府将会继续以国际友谊都市来号名，也过有民意代表认为讲，彰显16条才有安南区的特色，这比人脉外国的都市更较有意义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